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3月初5。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91篇第1节到第2节，第9节到16节。出埃及记第6章第1节到13节，使徒行传第7章35节到42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上帝的时间。传道书讲，万事拢有定期，拢有上帝特定的时间。咱即马是已经春天啦吼。伫台湾有济即种的冬季的鸟啊，开始要准备往北来飞。像南部的乌面拉飞，即个咱伫即个河啊是溪内底，定定看到的苍鹭吼，即个拢是啦吼。阁有一寡其他的鸟。伫美国加州甘仔县的一个城市叫做San Juan Capistrano，伊每年大概伫3月中旬左右会举行一个活动。伫今年呢是定伫3月39日，3月19日啦吼，会举行即个活动。即个活动的名叫做 Return of the Swallows， Mission San Juan Capistrano。即个是对一个天主教的教会伫San Juan Capistrano一个300几年历史的宣教纪念礼拜堂所举行的北归的婴仔即个活动。因为春天到婴仔伫即个节期会真自动对赤道也是搁较热的所在来往北来飞倒转去。一定会经过即个伫太平洋边海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有即个节期迄个时间呢，婴仔真济。虽然咱人类将时间来分做1分60秒，1点钟60分，每一天有24点钟，每一个礼拜有7天，每个月有28、29、30、14、31号。每一个年有12个月，有365天。但是咱知每一天日时甲暗时拢无共款。冬天伫北半球日时比较较短，暗暝较长；热天就相反。即种咱叫做自然的时间，事实上是一种大自然的运作，地球的自转甲公转造成的结果。基督徒讲，即种的大自然是上帝的创造甲业力，因为咱的时间毋是咱的控制，因此咱知影，互人称作当代上有智慧的所罗门王，伊嘛了解出即个道理，所以伊就讲，天下万事拢有定期。拢有上帝特定的时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挽除有时，杀害有时，医治有时，疼悔有时，起造有时，低哭有时，欢喜有时，哀痛有时，跳舞有时。东房有时，分房有时，亲热有时，冷淡有时，憔悴有时，胖健有时，保存有时，气煞有时，疼你有时，天保有时，点点有时，讲话有时，疼有时，分有时，战争有时。和平有时。我相信今仔日最后一节
我拄则所读的经文是咱现代人上无爱看见的，特别是现代现阵时伫战争地区的乌克兰的人来讲，因咧面对强权的这工人所造成的战争，互因无有和平的日子。因真正希望和平的时赶紧来到。咱也着逐工为着因来祈祷，求主怜悯，并且刑罚军事工人。伫圣经内底常常提到着这个时间的问题。耶稣讲，关于迄个日、迄个时，无人知，天顶的天使也毋知，囝嘛毋知，只有爸知命定。这是马太福音24章36节。只有上帝是时间的上帝，伊设立掌管时间。耶稣基督讲，我现在心内忧愁，我应该讲甚物好呢？我应该求老爸救我脱离这个时刻吗？我是为着这个时刻来，要经历这个苦难的事。爸啊，愿你会荣耀你的名。耶稣基督是为着伊的有难时间在讲话。伫这个进前，耶稣基督无互门徒，也无互遐个乌鬼来讲出伊的身份，因为伊讲时间还未到。但是今仔日的经文，耶稣已经真清楚来表达即种的信息。伊讲光伫恁的中间无搁再久啊，恁应该趁有光的时继续来行，免得黑暗对恁。因为黑暗中行的人毋知影伊要去倒落。趁着恁有光的时，恁爱信这个光，通互恁成做光明的人。耶稣基督爱这个军队，伊的人爱趁有光的时阵，这个光其实是咧指耶稣基督。趁有光的时，爱信伊来对伊，安尼咱才会当成做光明的人。咱拢知影要做一个光明的人，但是真侪时阵，人拢因为骄傲，活伫家己的世界，就伫撒旦的黑暗中。好若亲像浪子的大囝，也好若亲像这个苏俄的领导者普丁共款，成做一个恶人撒旦的代言人。杀手因侵略乌克兰，杀害济无辜的性命，就连遐个无清无楚就去用送去战场的苏俄的军人，也无有袂少的人莫名其妙牺牲性命。这个时阵，上帝爱咱成做光明的囝。上至少，咱会通伫网络中间公开表达对侵略的不满，为着乌克兰来发声。因为这个时阵，咱受到上帝呼召，要成做光明的代祷者。这个时刻，咱若无发声，就是甲拍的来共。联合国遐35个放弃投票的国家，甲迄5个投反对票来谴责苏俄的国家，拢是共款歹的。耶稣基督讲，迄个讲类的声是安尼，这个声毋是为着我，乃是为着恁发的。现在这个世界要受审判，现在世上的统治者要受到推翻。我要对地上受举起的时，我要吸引万人来归伫我。这个时就是要归伫上帝的时间，要将迄个歹的交予上帝，将世间人交托予主。
愿主的光明甲平安被高举，愿人拢归主耶稣基督。诗篇91篇第1节到第2节，第9节到第16节。上帝是咱的保护者，找主权上帝的做避难所的人，会徛起伫全能的阴影下面。伊对上主讲：“你是我的避难所，我的堡垒，是我所倚靠的上帝。”第9节，你找上主做避难所，用主权上帝做徛起的所在，灾害袂临到你，瘟疫嘛袂倚靠你的布边，因为伊要为着你吩咐伊的使者，伫你所行一切的路保护你。因要用手扶你，互你的骹袂踏着石。你要用骹踏屎甲毒蛇，踏碎猛狮甲大尾蛇。上帝讲：“因为伊真疼我，我要解救伊；因为伊捌我的名，我要甲伊安置伫安全的所在。伊求叫我，我要应伊；伊伫危急的时，我要甲伊同在。我要解救伊，互伊有尊严；我要使伊长岁寿，互伊满足，互伊看见我的救恩。”愿主爱上帝听阮的祈祷。这个时刻，享受和平降临伫乌克兰，也愿全世界属伫光明的人同心为着乌克兰、为着世界和平祈祷，互侵略迄邪恶的人离开阮的中间。祈祷是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